2005年第一个上班日，淡市商业总会领导强棍，因为所112个基层工会理事长拢受邀请甲经济部长座谈，同时透过立委陈廷辉邀请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南下，正式将提案做成国际答复。特别是台南有这传统产业面临困境，希望解决经营的难关。同时宣导30人以下的微企业有贷款补助的好消息，做回来拼经济。包括过去的传统产业一路到现在，所以我相信商业机能跟商业的力量，我们不能忽视。而且我们要怎么让它重新有一个被重视的感觉？所以今天我特别让经济委员会安排这样的考察。邀请了我们的经济部长郭智慧部长来听我们地方的声音。我们部长也是科技业出身的一个总裁其实他们距离足近的啦，跟我们的距离很近的。他蛮有想法，还蛮有理念的一个部长，所以我感觉讲迄个阮经济部应该咱的阮的中小企业这块会当后壁较顺畅的这个经营呗。企业出身的经济部长郭智慧都来听出基层工会心声，勉励大家一定要创造机会，走向全世界市场以外。嘛强调新的一档头一个工课就是先来台南，因为总统有交代。总统嘛有一个交代啦，爱为伊所拍拼的所在，开始拍拼的所在若有啥物困难啦，优先处理啦。会中部长嘛针对立委陈廷辉所关心申报电厂基欠电费20亿的外回馈金议案，表达全力支持。包括回馈金的部分，那么就依照我们能源署的电业法在108年的一个处理来做一些要求申报，要做这样的一个回馈地方的要求，管线要有这个装设侦测系统。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了解到底这个管线是安全的或是不安全的，所以这个部分变成说，经济部跟能源署都是全力支持。那我们在今天经济委员会也邀请了经济部相关单位来向我们所有的市民做报告。那我们跟所有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父老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那我们来整合，我们来全力来配合。这档会中全台为伫台南才有的赤手工会积极争取成为全国新创示范基地，另外甲水路甲热水器等节能的补助，会中工会嘛提案争取经费并延长补助期间。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